全世界总共有7种嘅海龟，其中5种为秋冬俺哋台湾也食嘅来。其中青海龟係真常見呢，同時伊能會替台灣嘅沙巴風上岸鵝卵。不過研究資料講呢，青海龜是在生存下來嘅比例無1/1000。總面積能6.8平方公里，海岸線加起來12公里長嘅小琉球，暫時嚟講係世界上輕碟看得到青海龜嘅所在。不過小琉球遊客太多嘅，歷史也加幾多，會許多海龜嘅生存。研究海龜有20多年嘅陳義俊教授同海龜保育工作嘅暑假志工，對2021年起始會去到小琉球，了解海島度按到嘅所教嘅東西對海龜保育嘅衝擊。因為咩恆春研究室同太平灣合作，透過技術和個青沙巴來多多嘅做到環境教育，因為想去改變現況，同小琉球打造咗青海龜樂園。28天風采過後嘅頭一個禮拜2日，天時1號，拍雲就從上帝天堂國位浮掉，小琉球嘅海水強到從人類家為用嘅。突然就會入港嘅，香港省、太麻省就從同安順嘅順條加工，而有最慢嘅人下安來小琉球了嘅。小琉球風景區在100年劃入我們大鵬灣國家風景區之後那遊客逐年的一個成長尤其這幾年我們的一個遊客根據我們的一個統計我們從我們船舶公司的相關的資料回報，超過100萬人次進到我們小琉球。寧夏溜溜小小下順呢，簡單單係來浮上下架看海龜，現正離台灣本島爭14公里嘅小琉球。喺全世界除咗夏威夷以外，人都得同海龜按接近嘅所在。是小琉球的觀光是靠生態遊程上來的，但是綠蠵龜是這幾年才發現說，原來我們小琉球的綠蠵龜的目擊度是全世界之冠。也就是說，他站在岸邊就看得到綠蠵龜在那邊游來游去的。我哋啊！佢哋每年行嘅趕緊台風困窮下，年下就看得到保育類嘅海龜嘅身影。這裡有最溫暖的海水，這裡有大大的花瓶岩。黃色嘅海尾長滿呢顯嘟嘟嘅，上位落去水調度看海龜生態嘅年下。認真對黃色到每年看，上冇會看到海龜都歸難。小琉球因為本來就是珊瑚礁島所以它的生物相本來就很豐富，那它的生物多樣性更不用說了。那個除了綠蠵龜以外，還有很多像陸蟹這些東西都非常的精彩只是原本平淡無奇的東西現在變得很夯。貴州島陸係珊瑚礁形成嘅小琉球，現正食物貴足，含加海水同海沙嘅溫度貴合適海龜嘅成長，所以海龜唔單止多，有條種樹就係啲小琉球紅嘅。它那地方條件就特別好，那所以就會有批海龜就定下來住在那邊成長，等到成熟以後它就會離開，是這樣。那所以你看到這些海龜，它終年會住在那邊，是因為食物很多，多到說它不想走，所以你就會常常看到。夏天喝飲料用塑膠杯，塑膠杯、塑膠袋不用錢，杯子和袋子跟着海風吹呀吹，吹呀吹呀，吹到了海邊。海龜係去小琉球遊覽嘅人一定好看呢，從係暑假睇嘅，但係上去到紅嘅人就有1000人次個價。33年數後拿定呢一杯飲料，同佢會談聽說會做嘅討海，才係會是海龜嘅享受。遊客我們到小琉球非常的熱，都希望來一杯冰涼的飲料，這些的一個塑膠杯跟這些的塑膠袋
以及我们到沙滩去游玩时候留下这些的夹脚拖这些的橡胶的一个制品，这些不经意的我们留下垃圾可能就会进到我们的一个海洋，会造成我们的一个海洋的一个垃圾。那尤其我们利息龟就很容易去误食这些的一个塑胶袋，把它当成是水母吃到肚子里面，甚至吃下这些的橡胶、保丽龙之类造成利息龟它的一个溺水。照香港社会统计，16區2014年比2006年加下增加為32萬人次嘅觀光客，係產生嘅679噸嘅鐵石，也就係討論1年下離冬天係帶來嘅大概2公斤嘅鐵石，一啲鐵石接上啲人呢唔到啲嘅加下，就帶入海底度，海龜就撈到也係好食東西，介以食到度。海龜靠近岸呢，它也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吃草，吃饭啊。那当然，海龟它没有牙齿，有舌骨，没有舌头，它没办法辨认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它唯一可以辨认就是说，这个东西很奇怪，它就把它吞到肚子里去啊。那这个东西一吞就中奖了。2011年上去到訪，長期帶領學生嘅研究海龜嘅海洋大學嘅教授陳義尊就講。一下16區差唔多有160隻海龜，陸地到訪嘅有20%邊呢。到今日咧，16區寧夏最多嘅時節，都係海龜產卵嘅時期。這裡大家都穿拖鞋，五顏六色不同的拖鞋，拖鞋總是在小島穿到斷裂。最後又出現在海邊。他們在海裡面會這樣子漂，纏住的時候會這樣子漂。對海龜來說，這有點像它在吃的海藻，或是它就剛好纏在海藻上面。那海龜游過去，它就是要吃這個海藻，可是它就在旁邊，沒有得選，就是一起進去。唔到啲嘢跳踢嘅土海、玻璃龍、塑膠落嘅一條，所以對海龜會有其他嘢傷害呢。啲海洋大學嘅環境同生態研究所度訪，就看得到一道人類構設殺死海龜嘅證據。這次還蠻特別，是我們那時候想說，它的整個腸道都塞滿東西，然後想說，應該是有好好的吃，然後就想剪開來看一下它吃些什麼，就發現裡面全部都是這種垃圾袋，一球一球的纏在它，就是整條腸子裡面全部都是這些垃圾。然後還有這種海綿，就是海綿塊，還有保麗龍塊。待會2點鐘在遊客中心會有海龜的生態解說，還有進灘的活動哦。照陳義尊教授同亞位研究團隊嘅研究就發現，台灣有99%嘅海龜都是渡河都有鐵石，所以人一定要行出研究室，問那嘢去公園。就會希望會有韓國島人注意到安那件事情。或是希望跟我們一起參與這個活動，撿一個算一個，你撿了這個，它就不會在海龜的肚子裡面出現。就係認真知道一條海龜龜才高，本但冇乜嘅了解海洋，係托生態環境教育研究所嘅陳冠義，啲學教堂嘅一場海洋保育嘅公演過後，而有龜層咩感觸，所以伊就講暑假假下，當去到16區來釀鐵石。而係專門釀騙人估唔好釀咩細細嘅鐵石，幾件釀咩提升嘢咧。自己一個人撿，你會真的會覺得自己很傻，就是其實中間有幾度會覺得還蠻孤單。你就是在那邊撿垃圾，然後他們在旁邊玩，然後你就會覺得還蠻心酸。對啊，可是你看到海灘垃圾不見那種感覺，你會覺得真的很好。只是自己一個人撿的時候，會覺得自己的量太渺小了，因為完全撿不完。就係認真將1年過磨練，陳義尊同研究團隊對5年前起始就同太平灣風景管理處合作，希望打幫對上去到訪嘅人客來解說，客家來盼去海灘上釀鐵石嘅法通，未來改變環境。假如一些死亡海龜，我們會去做病理的解剖啊，去探討它的死因之類的。那我們就發現，就是其實所有擱淺的海龜裡面，它裡面其實都是常常會有垃圾、塑膠袋這些東西的。對，那麼所以
我们近年来也谢谢大鹏湾有给我们这次的机会，就是可以让办这种净滩活动。也多年来，去会谈方让铁石被发拖，多嘅又近来更多年来支持。虽然係旅遊產業，有啲民眾業者每位辦公帶啲人客向下來染鐵石。因为环境维护好，你才能赚得长久。所以你的游客来是想要看你干净的环境、干净的海域，而不是你干净的民宿。所以让游客去参与到这一块，其实也可以让他们认知到，目前我们台湾包括小琉球的海岸线面临到什么问题。對新竹來嘅黃小姐係啲苗路巷地道，有啲會談方染鐵石嘅信息，伊要希望為地球來盡一份心力。對個網絡上啲嘅，我就向朋友講來參加。參加過後咧，你感覺係乜嘅？我感覺對一個地球都有盡一份心力。今場嘅海水緊急，就從黑日落去了，也櫃台村嘅夜日，沙係背對電太海，唔顧暗夜嘅天時，啲嘅染鐵石，海洋環境就會變好。海洋太好嘅時辰，希望打幫一百又一百辦法通，來打好環境教育嘅基礎。在这一个没有烦恼的沙岛，我们睡了一个又一个午觉，和海浪比赛赛跑在这一。唔啲按到馬幾名嘅嘢強勢性嘅，佢會掉度潮來潮去，阿聰未對三幅度好潮出來，可能一條上到怪奇怪嘅情景人員，按上網啲嘅請會掉度嘅鐵石，出題第六題方染鐵石。在天沒有一群人戇兮兮嘅用自家嘅時間出錢出力，想到30公尺安全嘅會掉度來染鐵石。因為我們是樂在其中啦，最主要是大家都是就近嘛，生活在這個地方，然後你開門就看到海，啊，踩出去就是碰到水，然後你在這個地方這樣進進出出，對我們來講，這是比較簡單的一件事。太海就從一面鏡面用嘅，到天空有馬嘅鐵石，會掉度未強用油。最主要還是漁網啦，漁網，然後其他的民生用品還是有保特瓶，然後罐裝的，然後有一些可能那個蓄電池啦、棉被啦，你想得到的，你在陸地上看得到的海底都會發現。2009年就成立嘅小琉球海洋志工隊，也6年來經常到會掉度，類似無愛嘅5樣行價鐵石。逢幾年就會同他們講，大概想到會掉度就會釀出慢慢嘅東西。第5場米就釀嘅差唔多139公斤嘅鐵石。唔過長時間喺小琉球做海龜調查、行價救送工作嘅50位，就會無奈何嘅講，喺會談後讓鐵石後果會有限頭。因為其實我們做海龜救傷，其實說難聽也有一點無奈，因為即便我們把它移好了，把它的垃圾都清完了，最後又放回大海裡面，其實我們最後發現，大海裡面其實還是充滿了垃圾。哪一天他說不定又是因為吃了垃圾、塑膠袋那些的，最後他又割錢上來了，所以往往是治標不治本。外港大小琉球嘅環境負擔，外國嘅單位都來參加，我對港大無量來業行價鐵石減量來做實施。這應該算是壞習慣，就是你買便當，他們就很自然給你湯匙、衛生筷；你買飲料，它很自然的就給你塑膠袋，給你那個吸管。這個洗髮精、沐浴乳，我們把它變成那個相對比較低污染的洗劑，它的污染度低，那小琉球的環境自然那個承受度就相對的就稍微高一點。交通部未計劃第2018年確實做到，喺小琉球遊覽嘅人客會用天通眼鏡來推鋪，希望將小琉球打造做海龜樂園大灘島。不過香港民眾冇對自家做實施，冇危害環境，安尼就冇可能會有樂園，一個小島就永久會有煩惱。螃蟹變多，垃圾變少，在這一